今期又係乜嘢老物啊？一對30年前嘅台版五星戰隊食玩小拼裝。喺8、90年代，大多數嘅山寨小拼裝內容物同埋封面都係貨不對版，而呢兩盒嘢嘅包裝盒上邊全部都係印上五星戰隊相關嘅信息，而入邊嘅模型亦都係五星戰隊，絕對係嗰個年代少有嘅存在啊！原型嚟自於 Bandai 喺93年推出嘅五星戰隊大連王最強合體食玩套裝，從盒嘅側邊可以見到呢套食玩除咗大連王同埋黃大牙，其實仲推出過一隻可以收納龍星王喺入邊嘅星烏龜。雖然星烏龜嗰款就買唔到啦，但係大連王同埋黃大牙總係可以砌咗佢同大家分享嘅。本頻道一直以嚟嘅宗旨，梗係拆鳩晒啲老玩具啦。雖然組裝好之後嘅大連王同埋黃大牙相對比較簡陋，但只要將佢哋身上嘅零件拆解之後再重組，就可以合體成為牙大王，大大咁幫佢哋增加咗可玩性。其實如果貼上貼紙之後嘅話，外觀會冇咁掃嘅，但係畢竟都係老物，貼紙多數都已經失去黏性，我都係費事貼啦。咁今期就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